朋友去韓國做咗一趟臉，回來三個閨蜜圍咗喊，愣是未猜出來太凍了那，唔難是做換沒變化，就變化嘅太自然啦。下說做換地天上妝就感覺不一樣，臉更緊，輪廓更強淨，但就係 boot 上做了臉，這種分寸感，韓國本地人管下教自然風。後來才知道秘味不在項目。假人蠶實站旁邊有家 Shine Bond 皮膚科，金上佑院長一個人管到底，面診是他，操作是他，術後跟蹤還是他。19年經驗堆出來嘅手感，打玻尿酸用嘅是層次式劑量控制，少量多次慢慢疊，不追求一次填滿，所以做換美有假面感。你變好看啦，別人說不出來是哪兒變啦。挨家就在樂天免稅店隔壁，蠶實站8號口出來3分鐘就到。上午逛免稅店，下午做管理，一天搞定，價格中韓同價，冇有外國人加價呢一套。怕麻煩你這尾，直接在 Billsco 上查價格，何院長排企，一件中文預約，評論區透自然風，我把蠶實站1日路線發你。